三王子跳入天心桥下，大剑夺个妖龙，经过这边之离婚胜败。在围剿天心桥顶路，三人在天心桥上拥枪相随。我在拼，嘿，上！这个人马嘎达。啊！快点！新东老门角听到因师傅所说，金家孙良是个老爸，所以如晴天霹雳，异常的惊吓。徒弟冷静吧，冷静吧。人生运命多风霜，啥人无破浪？只有境界爱坚强，唔通来悲伤。我知影。退出着咱的笑容，坚定志向坚强。唔通好运命来安排，期待早日的成功。徒弟，你唔能悲伤，我替来参一班囡仔吼玩耍游戏吧。多谢师啊！寒冬过了有春风，唔通来轰动。做人境界爱坚强，自然无创伤。退出着咱的笑容，坚定志向坚强。唔通好运命来安排，期待早日的成功。各位新同，恁拢总是国家的未来栋梁。我甲你介绍，这里是南门角，这也是新同啦。啊，田叔啊，我这都新同，我老大诶。是啦，老师。啊，伊就是我的因师。系啦，迄大仙师就是我的师傅呢。哎，师傅，啊，你唔着我讲一寡故事阮听。好，我最爱听你讲故事的呢。好，恁大家吼，坐伫我的身躯边，来，围起来，围起来。好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我今摆要来讲这个老来子。以这个行孝的故事，给恁大家听。哈，多谢大仙师。酒调的时候，有一个姓赖的人，因为伊的年纪真老了，所以别人称呼伊是叫做赖子，因此叫做老赖子。这个老赖子的天性呢，极为孝顺。伊伫要供给予伊的爸母所食的物件，就是选择最甜的、也最爽脆的食品。原来伊老爸老母已经是真老了，老到拢无力气，所以若毋是讲这个甘甜爽脆的物件呢，一定是食袂落去啊。呀，老来子伊本身嘛是真老啊，老到70外岁咯，但是伊平生一句老字都毋敢讲出来。这是安怎讲呢？因为伊的爸母是非常老啊，所以若是讲出老字呢，伊的爸母会感觉讲非常的衰迈，所以恐惊伤着爸母的心，所以。这是老字，伊绝对拢无讲。老来子常常穿着这个有各种色彩，还佫真好看的衣服，也扮作囡仔，扮甲囡仔同款的模样，在伊爸母的旁边伫咧戏耍。
是各位，我即马念这首诗吼，就是老来子何来人伫咧家己相赞的诗。戏舞合娇词，春风动彩衣，相亲开口笑，喜气满庭围。恁会记哩吗？会啦，哈，做听。戏舞合娇词，春风动彩衣，相亲开口笑，喜气满庭围。安尼大家拢爱对爸母有效哦嘿。是啊，师傅，我也想着要对我的乡亲行孝，可是我的爹亲。哎呀，徒弟，令尊就是自细汉受教育，自青年的时阵，受了魔教物质以及了种种的所有，因此才入这个迷途啦，已经入迷途寄深咯，可以讲是陷入泥沼流沙，难以自拔了。伊为什么来杀死我的师父银世祖？不但杀死你的师父银世祖，伊杀害真侪剑士甲士兵呢。我阿爹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师啊，我阿爹将来会变成怎样？徒弟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伊所犯的罪是钉钉塔塔，国法难容。我道你爱莫能助，帮不上忙。你的爹亲指望你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，所以伊恐惊你被这个银世祖拖入这个泥沼，因此，因此才会杀害我的师父银世祖。伊的做法伊的做法就是圣贤所讲：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呢。师啊，你有什么方法拯救我阿爹呢？神仙法术咯。不过，你若要使你的爹亲安心瞑目者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爱好好读书，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啊！好啦，我认真要来读书，我一定得要做一个国家有用的人才啦！望师你多加栽培。徒弟免悲伤，来，咱过来迄边游山玩水吧。多谢老师啊！县曹王有何提请？县曹王有什么指示嘛？我跟你讲哦，迄阮后生啊，阮迄个客囝啊，迄南门角哦，银师傅就是银世祖，银世祖是交趾国有名名家呢。伊创造三支传金钉啊，迄传金钉无论你当身体骨什么宝架咯宝铠咯，写落拢装过就了啦。因为今日伊遐嘛写这个金甲悬梁哩。原来是解决金家悬梁，这是真好的代志啊！迄个毋是安尼讲，话讲起来真长就对啦，迄个袂使咧所以我将阮后生迄两支的传心钉我拢摕互你，交一支，交一支，多谢，多谢。恁两个若是拄到这个金家悬梁，用这个传金钉，绝对100%成功。多谢，找找这个神秘凶手，万能的罪人金家悬梁过世。袂使互阮后生做，阮后生做得到定哦，就天地颠倒变了。姓梅还在吗？我就是宋天迪，麦孔明了。哼，你惊唔着落也心。姓梅啊，你还搁咧生我的气吗？姓梅，洪海棠已经被金家悬梁所射杀了。原来洪海棠死，所以你才搁倒转来就对了吼。是咯，迄也使搁讲，都有路去找路，若无路就咧找老主顾。恁这查甫实在有影无较拽啦，对唔？听讲你甲洪海棠属于同期，你的同期人一个死，就要转来找阮查某囝，安尼敢有天良心？哎呀，岳淼，我猜这几年来，我稳顿在五龙岗，做真济对社会有贡献的代志啊。叫什么人来证明？道对唔？
什么人要来证明啊？啊，你甲凊彩转转哩，安尼人就要相信是无？啊，什么人要来证明？我来证明，我来证明。老诶，站头顶面罗摩斯，又搁一日撞唔着路呀！有够衰。小妹啊，若是你翁婿歹孔明吼，安尼，互你误会到安尼，实在真可怜呢。互你误会了后，伊就去迄阵，迄个江边的所在，家起一间草厝，点遐大，吼。伫遐时阵做一寡迄社会有益的代志，还佫看一寡册，帮助国家治干掘恶啦，所以叫我练功夫，佫教这个买王子的行量秘诀啦。小妹啊，你爱知影呢，你翁婿煞是真赞呢，真赞呢，你要想讲当初你安尼用迄个火光弹甲拍一个面安尼烂一边，伊也拢总无怨叹，怎么反倒转，煞换你这个受气，安尼免哪有天良？爹亲。你讲的事实吗？那恁爸敢会骗你笑？天帝啊，请你原谅我吧，天帝啊！圣妹，你也免自责，现在咱两人可以团圆咯。是啦，圣莲，在，这就是你的阿公，这就是你的阿爸，你拢喊你看电话，赶紧甲叫你。证明就是爹亲。哦，女儿。阿公哦，哎呦，我这个乖孙哦，我这个几年无看了，遮大汉，安尼，你甲恁老爸甲恁老母吼，先入去食饭啦吼。哎呦，唔通甲叫，迄个老徒弟啊，你甲叫老和尚就好，千万唔通叫什么阿公咯，啥，拢唔免甲叫迄就对啦。恁阿嬷伫咧甲你教，你会记哩啊吼。买啦，老的买啦。那都游子回家，就是这要团圆。最后有一个孙儿真重要的任务若完成了后，咱大家都是安和乐利啊！你看对唔对？老的，我是咧外老，无啊，我是咧外老。哎呦，你家己咧老哭哭，安尼无想哦，无小本分，搁敢叫我老，我是咧外老，你咧老甲头壳无毛，安尼凸凸金金，敢若500只的，无大斤啊！7孔咧，安尼捏着就是孔，7月半人嘛，甲你叫伊白高档。哇，你这偌水啊！后遐面雷公嘴，下只袂做山葵，左面前佫搞放屁，你站头顶面罗蒙斯口大死去，你靠屁股老人家！好啊啦，阿公阿妈，莫啦，莫伫这所在受气冤家啦，人爱笑呢。好呀，我若孙的吼，讲了你，老的，莫计较啦，这我代志尔对，翁某啊小片甲偌济对，翁婆长头发长尾好咧，看对唔对？好啦，再来帮咱孙的伫咧讲啦。无啊，你这几年出去流流浪浪，是咧创啥？我赚偌济钱来了，赚啥物钱啊？我安尼去山采落仙草啊，迄仙草咧山地啊，迄仙草地去卖钱呢，唔是讲赚钱尔呢，这对人的身体佫有益，这就是迄阵尔做清凉解毒啊！你知唔知？就是我那帮助这个王大人啊，是咧掠只国犯呢，你敢知？哎呦，唔赚真多咯！我赚足多钱啊，真牙哦！迄个早你才知，钱赶紧摕来寄我。喏，是安怎？我钱就拢，讲迄国家甲社会啊，我身躯剩2块外尔。哎呦，老的啊，你真牙哦！你爱国哦，爱乡哦，爱同胞哦，老身都非常欢喜的。好啊，莫在老三八啦，去互听着足歹势，隔壁厝边饲一寡猪母猪啊，听着你的声哦，都走出去啦。摆讲明啊，天地啊，家父，你讲有啥物代志，就讲我清楚你咧。是啦，因为三王子在天心桥下伫咧衡量，经过已经数暝日未分胜败啊，我即摆一直惊讲即尾天良飞出来，假使若飞龙出现，会阻碍三王子的衡量啦，所以希望岳庙。当着我妻以及着我女儿3支琴合一啦，奏出鸟语花香来控制飞龙的动态，安尼才会当帮助三王子衡量的成功。我叫你哦，老的，赶紧准备3支琴祭出若看到空中一尾飞龙迄个鸟语花香全甲弹落，一弹。一边弹，一边伫咧行，即尾飞龙若听到恁的琴声，怨你，直直甲你对，3对4对你伫走，走到南海迄个所在，你琴声全甲放互点去，即尾飞龙全咻冲落南海，安尼
伊就要去帮助这位独角妖龙甲三王子拼咧。三王子啊，9年来辛苦，这会当完成任务，这会当达成目的，为民除害。哎呦，老诶，你即马加正巧哦，好，准备出发咯。恐怖！空中飞龙出现，这要帮助独角妖龙。这个时阵，三琴已经及时赶到，弹出妙语花香。空中飞龙，随着这个琴声向南海直飞了。迄官看的实在有厉害，迄林某嘛是真高，我对唔对？是啦，家父，卖啦，卖叫家父啦，你都安叫我神操王，我叫你摆孔明，安尼较亲切啦，叫家父咯，叫行势咯，晦气。是啦，神操王前辈，现在这位飞龙会对着南海嘛？绝对的，100%对着南海。琴声若点起哦，伊就怎降落啊？这就是咱的祖传秘诀啦，对唔对？你是要来互我招，还是要带出来？咱爱拼好势咯，有一种招入带出，哎呀，凊彩啦，拢共一家人嘛，拢相像。对，来啦！老的咯，好，卖多老300，拢安尼对落来了。好，迄尾人拢一个对咧南海落，安尼可见吼。若讲阮母仔囝、阮妈孙仔功夫会使讲超级的。对啦，都知你厉害咧，无也使讲我拢惊你。站头底命，讲惊我就歹势，大家是红某相敬如宾，都是安尼。等于煮饭咧，日头阿妈好煮来拼咧，土鸡啊掠起来刣，迄袂当咯。你安尼叫我煮饭，你唔等于煮？唔系啦，迄生本都爱男权啊，查甫为主啊，袂用你。我来做一个味菜，你猜，你若猜会着吼，互你做主；要若猜袂着，你就爱等于煮饭。莫讲明啊！我做味菜，我专门咧讲，伫咧空主面前卖文章做来个，听吼，好来。咱迄个吼俗语伫咧讲，门四板斗唔着平，安尼要你猜一字啦。老屯，好啦，门四板斗唔着平，怎要猜一字啊？这是假字。阿公，假字是安怎讲呢？我听啦。到迄门字吼，甲摕电刀柄过来甲斗好，就变监煞唔对。你若斗唔着平嘛是对唔对？迄个门字斗唔着平就变监，你甲电刀柄斗看卖。哎呦，安尼有理哦。好，来，我做你主用。来啦，唔是咧臭大啦，我是比你较早个北斗咧。好来，迄个斩草除根啊，这是成语的对唔对？是喏，斩草除根，互你猜一字。斩草除根要猜一字也好。哎呦，2分钟看咱啊，唔通想伤久啊。哎呦，超过啊啦，猜无啊啦。老身哦，即晚老了煞混沌，猜无，煞唔知影蛋啦，就是迄个元旦的蛋啦，有人读作蛋啦，小蛋的蛋啦。哎呦，安尼咯，好咯，斩草除根对唔对？下骹迄徛单咧，甲莫甲写落，就叫做斩草除根，唔是变作蛋。哎呦，你小蛋的蛋，就是亲像你遐尼水，小蛋你生小蛋呢？哎呦，老身小蛋当来煮饭了。三王子多良已经进入第5天。河北上将，还要在树林地界各执一支的传金铃，特别低调神秘凶手金甲旋龙。金甲旋龙一步已经打到旋龙了咯。
来，切两角。咱三个人经过5暝5日的辛苦，同心协力，终于将这个害人的妖龙给伊堵住了。是啊，感谢恁两人的帮助。这个他妈干啥？龙不是龙角还没夹着。是，我将这个龙角押回转高知宫，给我父王观看，伊一定会真欢喜。咱的渡龙任务已经完成啊！啊，等下正气山庄见王大人。好，带路吧。哎呦，迄到底什么人？拍算靖海宫之主脱壳鱼龙万年组呢？注意！将龙角给我上来，我这三王子亲手演去。啥物啊？哦，龙角好你哦，哇，你真巧呢！这龙角就是会使讲无价之宝啦。无论怎样，三王子哦，甲你拼，下辈拼前辈。小子，你该死！儿们懂了啊！唔通咁啊，真当就无啥名呀！我这神草王唔是干那被神草了，你也冇看到我真讲过嘞。喂，把人走啊，记得看卖。哇，昆仑关家来，摆孔明关家谁来了？哇，是不是啊？剑王帅啊，到位啊！哇，文明之前拢到位啊！是，现在百姓5行的颠倒，是将这个万恶的大罪手给困住了，将他生擒活捉。5行颠倒什么稀罕？各位人拢互你交无命。武林5大人，百姓5行人攻击下高之手万年组，结果如何？请看明天最后的一集，便知晓了。